呼吸道聯檢檢測卡異常情況原因。使用產品之前，建議先仔細閱讀說明書，進行規範操作。如果試劑滴樣後沒有結果顯示，可能是以下原因導致的：一、滴加樣本時滴入量過少，沒有垂直滴入；二、樣本中含有血液、黏液、食物或其他雜質；三、滴加樣本後隨即拿起檢測卡查看，移動了檢測卡；四、操作不當，將液體滴入到 NC 膜上；五、檢測卡長期暴露在高溫、高濕環境中。打開檢測卡包裝後沒有及時使用，使其受潮等失去準確性。檢測的環境本身就高溫或者潮濕，影響檢測卡準確性。